11月22日，全球最大華龍1號核電基地福建漳州核電2號機組首次併網成功，開始向電網輸電，標誌住華龍1號批量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。漳州核電2號機組20年9月4日開工建設，25年10月11日裝載核燃料。今日2號機組首次併網發電後，經現場確認，機組狀態良好，各項技術指標均符合設計標準。目前漳州核電1號機組已安全發電超過88億度，2號機組今日首次實現咗併網發電，預計12月份投入商業運行。3、4號機組正處喺土建同安裝階段，5、6號機組正在紮實推進前期工作。漳州核電係華龍1號批量化建設嘅始發地，亦都係目前全球最大嘅華龍1號核電基地。規劃建設6台華龍1號核電機組，基地全面建成後，預計每年可提供超600億度嘅清潔電能。據估算可以滿足福建南部地區、廈門市、漳州市用電總和嘅75%。